委員兼外長王毅分別同印度等多國嘅官員會談。佢提到中國同印度要實現龍象共舞，揾出合作共贏嘅相處之道。外長王毅而家好 friend 喎，唔爭嘢食喎。王毅話：兩國元首舊年黑山會晤達成重要共識，為中印關係改善及發展指明方向。雙方應實現龍象共舞，揾到兩國互尊互信、和平共處、共同發展、合作共贏嘅相處之道。蘇傑生回應嘅時候話：印中係發展夥伴，並非競爭對手。印方堅持戰略自主、奉行獨立嘅外交政策，要從中方。搭啤啤仔埋去食，阿咪咪食緊，佢又讓佢食先。王毅同日亦都同到訪嘅馬爾多副總理兼外。等阿咪咪食完佢先行埋去食。王毅話：中方願同馬方保持高水準政治互信，喺貿易、投資、文旅、科教等領域深化互利合作。又指中歐關係定位係夥伴唔係對手，基調係對話同合作。莫奇就指馬方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合作，歡迎更多中國朋友到馬耳他旅遊。王毅同英國首相國家安全事務顧問白溫和會談嘅時候就指出，喺兩國領導人戰略引領之下，中英關係走上改善發展軌道，願以更寬廣嘅視野同英方打交道，做夥伴，為雙邊關係注入新內涵。馬溫承諾要同中方加強對話溝通，推動建立穩定、務實同長遠嘅多邊關係。無線電視駐北京記者黃慧芝報道。國家副主席韓正話：中國同印度做相互成就嘅夥伴係正確嘅選擇。韓正喺北京會見印度外長蘇傑生，韓正話：中印都係發展中嘅大國，全球南方重要成員，做相互成就嘅夥伴實現龍象共舞係雙方正確嘅選擇。佢話雙方要穩步推進務實合作，尊重彼此底線，推動中印關係持續健康穩定嘅發展。蘇傑生話：印方願意以領導人共識為指引，保持印中關係發展勢頭，推進互利合作，加強喺多邊機制中嘅溝通協調。美國加拿大院發生報警，造成9個人死亡，13人被重傷。事發發生喺賽州，以美國指當地出現一件亂嘅實驗，入邊美國係冇出站嘅條件，不過只有於死貓，阿咪咪食完啦，到佢啦，真係禮讓啊，真係乖啊！